各位香港市民、各位鄉親，我係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會長詹洪良，我謹向大家致以最真切嘅問候。回顧2024年嘅家鄉市集，浙江攤位大放異彩，人頭湧湧，有讓人回味無窮嘅寧波湯圓、肇慶黃酒、嘉興粽子、金華火腿等浙江特產，古裝粵劇表演悠揚動聽，浙江清池古樸典雅，吸引數萬市民駐足拍照，可見浙江文化嘅魅力深入人心。今年浙江攤位將帶嚟更多驚喜，展示浙江新風貌。浙江自古人傑地靈，山清水秀，物產豐富，有創未來嘅杭州，商海傳奇嘅寧波幫，文人墨客之鄉嘅肇慶，商人匯聚嘅溫州，民商交融嘅湖州，海天佛國嘅舟山，海濱新城嘅台州，中國革命紅船啟航地嘅嘉興，江南儒學傳播中心嘅衢州，世界小商品之都嘅金華，生態宜居之鄉嘅麗水。浙江近幾年發展突飛猛進，培育出一班科創人才。杭州6小龍嘅出現，讓世界了解浙江嘅科技創新潛力，書寫浙江邁向數字經濟嘅新篇章。今次家鄉市集亦會帶嚟 AI 詩詞生成體驗區，仲有數字人生成體驗區，仲有獨具特色嘅地方美食，同埋我哋米芝蓮一星嘅浙江軒食品，讓廣大市民感受唔同嘅味覺盛宴。最後，預祝大家喺家鄉市集中滿載而歸，品味家鄉風情，續寫浙江故事。我是香港浙江青年會會長歐陽琪。Hello， 我係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青年委員會主席黃冠敏。6月1號至5號維園見，浙江同心，共創未來。